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今仔日的这个崇拜是2022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咱伫网顶伫遮三甲敬拜主，无论你是伫什么所在，你只要有收到这个网顶的这个崇拜啊，咱三甲伫遮来敬拜主，求上帝甲咱同在。头先咧要向各位咧来祝贺圣诞节快乐，主的恩是恩上加恩，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虽然这个疫情仍然伫咧，但是咱免惊。因为主甲咱同在，咱过去经历了几乎差不多3年的时间，伫这个疫情的苦难当中，咱个经历到这真侪生活顶面的问题，可能有人染着病毒，但是感谢主好起来，可能咱也失去一家亲人。但是因也是信主耶稣做因的救主，因也是伫甲上帝同在，咱毋免过分的烦恼甲忧愁，因为上帝甲因同在。咱可能也是拄着生理上的问题，但是这也是暂时的。咱祈祷，咱盼望上帝来帮助咱来恢复咱的工作。咱的胜利，求上帝甲咱同在，看顾保守。所以咱今仔日来到上帝面头前，靠着主的恩典、上帝的帮赞，咱来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圣灵的感动，互咱来思想圣诞节的喜乐甲盼望。咱感谢主，咱三甲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啊，阮多谢你，多谢你这3年来的看顾甲保守，并且供应阮一切需要，阮献上感恩。上帝啊，刷落去的一年是应该怎样情形的怎样，阮毋知影，但是阮知影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辛苦你的人是有福气咯，上帝一定会帮助阮，毋插阮。阮知影上帝的关怀，上帝顾念阮。阮感谢上帝的恩典。阮将下年新的一年也交托主，求主来带领。阮只有凭着信心，继续跟着主的脚步，向头前来奔跑前面的道路。求上帝来帮赞，来带领阮。感谢主，阮将下面的时间继续交托你，求主来带领一切。愿主的名得到荣耀。阮来你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预备的
真理统治万民，藐视万邦真理。上主公义，无限光荣，主爱何等奇妙，主爱何等奇妙，主爱何等奇妙。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咱讲时间实在过得真紧吼，本礼拜就是一年当中2022年最后的一个主日，咱伫遮三甲来敬拜主。拄好这个12月最后一礼拜是12月25，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所在拢伫咧庆祝主降生的日子。所以咱伫遮祝福兄弟姊妹圣诞快乐啊！主的恩典吼是恩上加恩啊！主甲咱同在，以马内利来的一年啊，要来的一年，咱完全的交托互上帝。所以今仔日吼，咱讲到这个圣诞节啊，真侪人吼来表现出因的关怀甲疼心。所以常常在彼此的亲戚朋友来去吼，常常会送一件细细的礼物吼，表示因的关怀甲疼心吼。所以今仔日的topic，今仔日的题目吼，就是圣诞节最好的礼物啊！圣诞节最好的礼物是啥物呢？啊，英文是 The best gift for Christmas。过去的几礼拜啊，咱讲到这个道成肉身啊，来到世间，就是上帝要差遣的这位救主啊，伊本身就是上帝啊，因为上帝甲道就是主耶稣，咱解释咯啊，道。成肉身来到世界，这个道甲神同在，道就是神啊，所以这个道就是神是啥物呢？啊，这个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就是圣经耶稣基督，道成做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要做成这个拯救的工作。救恩的工作，所以咱要借着这个约翰福音啊，第1章第15节到18节，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第15节到第18节，这段的经文来讲到施浸约翰为着耶稣来做见证，见证什么呢？耶稣就是神的独生子，伊是神的独生子啊！咱今仔日的信息要分两部分，头一部分呢，就是施浸约翰来见证耶稣是神的独生子，那么伊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第二部分呢，就是应验旧约上帝。要借着如人的后裔独一的后裔，要来到这个世界，做成这个拯救的工作。那么约翰福音讲到这个第1章第14节，道成肉身要来到这个世上，所以咱第2部分讲到这个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诞生的代志，所以咱分这两部分来讲，所以第一部分呢，咱讲到施浸约翰来见证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独生子。第1章约翰福音第1章第15节到第18节安尼甲咱讲，我先读这段经文，先读15节到17节16节圣经安尼讲。约翰
就是施浸约翰为着伊就是基督来做见证，伊发着讲，这就是我捌讲的，迄伫我以后要来的，凡倒当诚做伫我以前的，因为本来就伫我以前对于丰满的恩典内面，咱拢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这就是约翰见证这位主耶稣是谁啊？这个讲到恩上加恩啊，伊伫伊内面有丰满的恩典啊，这位耶稣基督。伊伫内面有丰满的恩典，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无亲像普通世间人一样，因为圣形容主耶稣内面有满有恩典啊 ，full of grace。所以，但是人呢，对神的恩典啊，真侪时阵啊，因人的领会神的恩典是啥物呢？是神的恩典就是赦免咱的罪咯。就是要互咱福气咯，这个福气就是互咱物质上真侪物件，咱所欠缺的，也赏赐互咱咯，这就是恩典咯。兄弟姊妹，神的恩典是丰富满有丰满的恩典，不只是遮个物件。圣经要互咱的恩典先互咱是。将神本身要互咱，所以这个上帝要互咱的恩典就是伊互咱救恩了后，伊继续要伫人的心顶要恩上加恩最后呢，是要互咱得到神本身得到神本身就是得到一切咯，因为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伊有丰丰富富，人无法通所算的。伊毋但要得到，互咱得到了神本身享受神本身并且诚做神是咱的喜乐，是咱完全的盼望。所以上帝的恩典会继续，咱信主了继续伫咱的心上做工基督的恩典呢？基督的恩典伊降世做人来到这个世上伫伊的工作上来彰显着神的荣耀。主耶稣真常用这个神力技术，行了真侪神力技术来彰显神的权能、神的荣耀。伫这个神的荣耀内面，我能看出神对人的恩典人伫痛苦忧愁的时阵拄着问题的时阵，神的恩典是够给咱用的。所以保罗讲上帝丰盛的恩典是够给咱用的，并且丰丰富富。所以伫耶稣咧工作的时阵伊行真侪神力技术。头一项约翰福音伫开始的时阵，当耶稣出来，就伫迦纳加利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叫做迦纳的婚宴顶面因缺乏酒咯伫婚宴的时阵欠缺这个接待这客人的酒用了咯这个是说明讲咱人用尽办法已经无办法咯用了咯。但是伫缺乏的时阵，伫无办法的时阵，主耶稣行神力技术，就是用水变做酒，互因继续有法通享受上帝的恩典。第二个神力就是耶稣医好这个大神做官会惊破病真严重，奄一息要死的时阵，耶稣讲一句话。真远的所在你耶稣叫因迄个做官的伫真远的所在讲的话，伫因兜伊的囝就是脱去了死亡的危险咯。
第三个新约就是伫彼时代即个池边，一个水池的边头，耶稣医好了一个生来就是破伤的人，互伊好起来，会行路，正常的行路。这个是彰显神的恩典。耶稣搁伫用五块饼两尾鱼，五饼两尾鱼，互5000人的食饱，也剩啊12人缺乏的时阵，饥饿的时阵，上帝毋但供应人食面，也搁供应人内心的一切问题。抑搁伊也互在青面的看去，摆骹行路，破伤的人，抬高的人，伫咧死的人，互死人复活。所以每一项拢彰显主耶稣的恩典，伊会听通，伊会关怀。所以圣经讲恩上加恩上帝恩典讲袂了。圣经讲内面讲啥？律法、恩典甲真理。所以第17节安尼讲律法本来是借着摩西来传的，恩典甲真理拢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律法是借着摩西旧约的摩西传出来，但是恩典甲真理是对耶稣来的。所以咱知影律法是啥物律法是旧约的时代上帝借着摩西传这个律法的代志。律法的功用，律法的目的是要互人知影，人是有罪，人无迄个能力，通来行完全的律法。人若伫一条律法顶面犯了律法就是犯了全律法咯。那犯律法的人就是有罪咯，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就是永远的灭亡，永远的受苦。所以这个讲到这个律法的时阵上帝毋是用到伫新约的时，毋是用在律法，乃是借着耶稣的恩典来代替律法。恩典是啥物呢？恩典是咱得救毋是靠着律法，毋是靠着行为，而是靠着啥物靠着信心。所以因信才有法通称义。伫旧约你着行律法才有法通称义，但是人无够力，无迄个本事，所以毋则着逐摆着用献祭。但是新约的时阵，道成肉身来到世间的耶稣基督伊是用恩典，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用伊来代替人，来受刑罚，来这个用恩典来代替律法，所以才有因着信心，咱人才有法能称义，有法能得到上帝的拯救。伫借着耶稣的死伫十字架，咱信靠伊，咱才有法能得救。所以因信称义这意思。感谢主的恩典。为什么上帝那么借着耶稣呢？因为主耶稣伊是这个 perfect 的人，也是代表有表旧约，伊是这个完美的、完全的这个羔羊。所以伊一出现的时阵，约翰是这个约翰说：“恁看到耶稣，这就是上帝的羔羊，是来代替人的罪。”所以全世界有真侪咱认为是好人是圣人，但是凡那是人，拢是有罪、无完美的。独独主耶稣才是合法的救赎、合法的高资格的上帝的羔羊，来代替人来受刑罚、来拯救人的。所以使徒行传第4章12节安尼讲，除了伊以外，
这个伊就是代表耶稣。除了耶稣以外，无别个拯救，因为伫天下人间无有赐落别个名，咱人靠着得救的。任何世间大学问的人、科学家、慈善家，较偌高偌好，无一个人是被上帝所选定，有人救世间人的。除了伊以外，无别个拯救，因为伫天下人间啊，无别个人来靠着伊来得救，只有主耶稣。感谢主的恩典。那第18节呢？为什么伊要多加肉身啊？为什么要多加肉身来到世界啊？咱毋凊彩用一个牛人啊，用孔子。像 Aristotle， 还是用世界任何一个有学问的人、科学家来诚做上帝来拯救世间人的，独伊要选择耶稣，因为耶稣啊是代表神，伊也是神，即变做人来到世间，因为圣经讲。第18章第18节第1章18节讲，伊说从来啊无有人看见神，只有伫爸的怀内的独生囝，将神啊将伊来表明出来。无一个人有法能代替神，也无捌看到神。神是怎样的？只有耶稣多加肉身，伊是对神来的，伊本身就是神，伊来到世间，伊才有法人体会到，伊是标准的，是一个显制的羔羊来赎人罪过。只有伊是合法的，是完美的 perfect， 伊是一个 perfect 的人。perfect 的救赎者，所以咱今仔日兄弟姊妹，咱伫咧庆祝圣诞的时节啊，就是纪念旧约圣经甲约翰福音第1章14节多加肉身，以圣诞节的时节吼，耶稣出世了，耶稣出世了，就是旧约的预言，叫多加肉身这个英文。来出世伫人世间，因为伫亚当夏娃犯罪，迄个时阵，上帝就有言就安排应允女人的后裔，要来拯救世间人。约翰福音还是安尼讲多加肉身，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来庆祝、来纪念主耶稣，来感谢多加肉身。诚做人的样式来出世，所以第2部分，咱就要讲讲这个多加肉身的耶稣基督第1个圣诞节，第1个圣诞节是怎样发生的？伊的家庭是怎样？头一项呢，咱要讲到的是啥物呢？讲到多加肉身啊，意思就是说神吼，借着伊的独生囝，伊用这个肉身肉体，就是咱亲像你甲我有一个身躯，这个身躯吼，咱讲神伫倒落啊，圣经说无从来无人看到亲目看到神，但是神为着要互人
会看到，会摸到，有法通交咱讲话，有法通体贴人的艰苦、忧愁，来帮助人，来医治人逐款的破病，吼！伊才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所以道成肉身啊，就是叫人上款有迄个感觉，有腹肚枵来枵咯，就想要食啊，若欢喜啊就会快乐啊，心情好就会快乐啊。那伊若是看到有人真可怜待，伊会伤心，想要帮助伊。这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才讲这道成肉身，为着要甲人同在啊，就是以马内利甲人同在，徛伫咱当中，为着帮助人，为着要体贴人，为着要将真理介绍互人，来借着耶稣道成，将上帝来表明出来、显现出来，互咱会知影，互咱会看去，互咱会摸着，互咱会感受着，这是道成肉身一样。所以圣经毋才讲，除了伊以外，无别的拯救，因为天下的无这个名，咱通靠着伊来得救的。实在是感谢主，非常的好。咱今仔日啊，就要借着路加福音啊，第2章，按照伊的启示啊，来讲到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怎样出世的。伊的背景是怎样的？是啥物时节啊？啊，啥物地点啊？啥物款的情形下面啊来出世的？刷落去，咱就要读一段圣经，路加福音第2章，对第1节到第5节安尼讲。伊讲当怀日子，该撒阿古士督有旨意落来，伊命令天下的人民拢着报名上册。第2节，这是基尼流做叙利亚巡抚的时节，头一摆的来行报名上册的代志。第3节，众人就各归各城报名上册。各归各城就是你的原出生地伫什么所在，你就去迄个所在报名上册。第4节，约瑟也对加利利的迦拿城到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做伯利恒，因为伊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甲伊所聘的妻子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迄个时，玛利亚的身份已经也重了，身份也重。即搭即几节甲咱讲到耶稣是啥物时节，迄个当时是上啊做迄个皇帝，发生啥物代志，为啥物着去到伊的本城去出世，就是着报名上册去登记。迄个所在啥物名呢？出世的所在，就是伯利恒。伯利恒就是 the house of bread， 就是面包的厝，也就是大卫王出世的所在。所以这一切拢是应验旧约将来有一位王要出现，是大卫王。
会永永远远。上啊，做法人永永远远做王啊，是毋是台话会煞落跩囝呢？因也有下子到老也是着过身。独独讲到伊永远要做王，旧约安尼讲，上啊做法人永远啊，主耶稣出世伫即个台话的城，伊也是做王，直到永远。咱将来伫伫基督的国度内面啊，伊是永远做王的。来感谢主，拢应验咯，应验咯。啊嘛，即个玛利亚出世的时阵吼，伊讲伊的身份已经当了，就是人若9个月吼，就自然会出世，吼。耶稣要出世，也是甲人的情形相同，若毋是8个月、9个月，还是10个？Sorry 所以耶稣出世的时阵是即款的情形。啊，伊第5节吼，身份已经当了。第6节开始，到第5节到第7节，安尼讲，因吼伫遐的时阵，就是伫伯利恒的时阵，玛利亚的产期已经到了，伊就生了头一胎的囝，用布包起来，放伫马槽内，因为客店无有所在了，客店无有所在了。咱顶日要有讲到，为什么客店无所在呢？是毋是报名上册的人真多呢？毋是，乃是因为什么啊？拄好上帝安排，耶稣就是伫住棚节就是纪念因伫旷野旧约旷野的时阵，伊食着迄个饼，食着迄头面那个，食着因徛伫旷野的时阵，上帝甲因同在，所以耶稣的出世也是证明说上帝甲人同在，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这是神力技术。那这个伊出世的时阵，发生什么代志啊？伫旷野的内面吼，就是伫野地内面吼，有天使向因报佳音、报好消息，向谁啊呢？是向在各样的人。所以圣经啊，伫第8节到第12节安尼讲，伊讲伫伯利恒的野地内，有牧羊的人啊，各样人暗暝啊，按着天气，按着一点钟吼来看收羊群啊。有主的使者就是天使，徛伫因的边头。主的阳光啊，四面照着因，哇！有主的阳光照着因在各样人毋捌看到这个代志毋捌拄着这种情形，所以各样的人啊，真惊吓，真惊吓。迄个天使啊，就对因讲：恁毋免惊，我要来保护恁大欢喜的消息。是关乎万百姓的啦，所以这个好消息啊，是大欢喜的，真正欢喜的好消息。这个大欢喜的消息，毋是孤单互规个人，毋是孤单互以色列人，以色列是要关乎万百姓，全世界的人。因为伫今仔日台话的城内，为恁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恁要看见一个婴仔，一个 baby 包着布，倒伫一个马槽内，迄就是记号咯。甲因讲这个天使报好消息，报好消息。这各样人吼，按着天气来咧看守羊群伫暗时，伊无倒去厝内困，
伫野队内面，可见主要是一个比较贫苦的人。孤帆羊是啥物？为什么呢？是因为迄个守住棚节必须着太羊有真侪做羊的需要，来应付这个节期的需要，所以因伫遐咧雇羊。因在艰苦的人真盼望有一个救主来帮助因，来拯救因，所以伊保护因好的消息，保护因好的消息，叫因毋免惊，是要来保护消息。你要看去一个婴孩包着布倒伫马座来，就是记号咯。那13节开始到20节，忽然有一大队的天兵甲怀天使在赞美俄罗上帝。俄罗上帝因讲伫至高之处荣耀归乎神。伫地顶平安归乎伊所欢喜的人。15节，众天使就离开因升天去了。各样的人就彼此咧讲：说咱来去伯利恒，看看所要成就的代志，就是主所指示咱的甲咱讲的这些代志，咱要去测，咱要去看。所以第16节所各样人因就急忙来去，就是赶紧来去找，就找着玛利亚甲约瑟又搁有迄个妹妹，有迄个婴仔倒伫马座内。17节讲，既然看见了，就将天使向因所讲的话断开了，甲人讲出来了。报告好消息咯！18节，凡所听去的，都真奇妙、真奇巧对因所讲的话。第19节，玛利亚却将这项代志存伫心内，反复的咧思想神的话、天使话第20节，各样人倒去了后，因为所听见、所看见一切的代志，正亲像天使向因所讲的，就归荣耀互神，来学了赞美伊。第即段敢咱讲到在各样人伊听到了这好消息伊就真迫切的去。圣经形容因去是怎样去呢？是急忙的去。急忙的去了，是赶紧的去，赶紧的去。英文的叫 haste，haste，就是因就赶紧去了，去找着了，听见，目睭看见，因相信，因就去。这就是咱每一年所读的。关于耶稣降生的代志，伫这个诞生的代志，咱对属灵顶面有学些什么属灵的功课呢？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有几点属灵的功课，可能恁也阁有其他的属灵的功课。那么，但愿主的圣灵感动咱，读得了。主耶稣诞生的代志，咱可能得到属灵的提醒、属灵的启示。头一点就是向玛利亚学习什么顺服。向玛利亚顺服，伊有这个服从的心、顺服的心，叫尊主最大的心。当伊听到，伫第一章听到在天使伊向伊报告，讲到说有一位救主要借着伊来出世的时阵，伊开始真着惊，无法通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因只是订婚无正式的结婚当时若无结婚，你单身的那伊就是犯法
伊当时啊，古玉啊，就掠人、土人掠去外面，然后用石头忝死。伊无要安尼做，但是伊知影了，即个是上帝的意思，要接应伊的身躯，要来生了即个救主的时阵啊，落要伊接受了。所以圣经怎样讲？玛利亚说啊，我是主的使女啊，情愿要照着你的话成就伫我的身上。所以兄弟姊妹啊，咱看即个玛利亚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并且伊的内心啊，要尊主做大，我的心灵啊，要尊主做大。所以咱感谢主的恩典，咱今仔日，咱来听到上帝的旨意，要叫咱奉献做传道，还是要怎样来服侍主？有感动你要做什么代志？这是圣灵的感动，上帝的旨意。咱是不是愿意亲像玛利亚顺服的心呢？来尊主做大呢？第二点。咱就感谢上帝，因为上帝听世间人多加热心来到世间。伊本来伫天顶，是迄个荣耀、富贵的所在，是圣洁的所在、公义的所在、无罪的所在。伊甘愿为着拯救，为着听世间人，伊愿意谦卑家己。出世伫一个卑微的家庭，做茶师的家庭；出世的时阵，伫马座内，伫这个牛羊这个马咧徛起的这个牛条，马条内面出世，徛伫内面，真卑微，伊甘愿做卑微、谦卑，为着要拯救人，并且伫世上的时阵。伊知影人的忧愁痛苦，帮助人，医治人的疾病，将真理介绍，将真理来共人讲，并且来彰显，借着伊来彰显上帝的真相。所以别人圣经里讲，若看到我，就是看到上帝了。我甲神是一，我甲神本是一。就是因本来是合一，就是上帝借着耶稣来彰显神。咱今仔日有法通得救，完全是上帝会听，甲主耶稣谦卑顺服来到世上。咱今仔日应该着感恩耶稣出世伫这个地上，不然呢，咱今仔日是这个罪人，是永远灭亡的，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一定会受到刑罚，但是借着神的恩典，借着神的听，咱今仔日有法通靠着辛苦耶稣基督，咱就法通得救，罪得到赦免，因信得救。第三点，咱要向在各样人来学习什么呢？因听见了，因看见了，因就相信了，并且将这福音传给别人。咱今仔日有人向咱传福音，咱听见了，咱也看见了，咱生命的改变。有真侪兄弟姊妹，信主了生命的改变，对一个大罪人，甚至黑社会，甚至伫监狱内面的死犯，因也是相信主了后，生命的改变。咱也是看见了，咱今仔日。是不是也愿意亲像各样人来将这个好消息来跟别人讲呢？第四项，天使传好消息讲，我报托恁好的消息是关乎万百姓。这个万民啊，万民是什么意思啊？万民是全世界每一款的种族，无分。皮肤颜色，无负的教育程度悬低，无负你的社会地位悬低，你偌有钱偌爽向，拢有法通相信主耶稣来得救，
因为这个信息啊，好消息是关乎万百姓的，所以咱今仔日中国人、菲律宾人、日本人、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任何一款的人，拢有法人接受耶稣来得救，这是甲咱讲的。所以咱若诚做无论是啥物种族的人，咱毋通自卑，毋通自卑感，毋是别物的民族比咱较优越。因为咱伫神的目睭内，拢是神的囝，是最伫伊的目睭内是最伫宝贵，所以伊才差遣伊的独生囝，牺牲了伊的独生囝来到世间来拯救咱。咱应该着感恩啊！所以主内兄弟姊妹，圣经安尼讲，神疼世人，包括你我。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赐托咱，赐托因，叫一切信伊的人不至灭亡，反倒当得到永生。那英文讲到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所以伊因为疼，伊才互人将耶稣诚做一个宝贵的礼物，互人，好。中文的圣经说：“神疼世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赐托因。”这个“赐”呢，就是给的意思，把他将伊的独生囝耶稣赐托咱，给我们，诚做圣诞最得宝贝礼物。咱伫圣诞节通常会送人礼物，也接受别人的礼物，但是最得好的。最第贵重的礼物是永远的礼物，就是将耶稣介绍到别人。咱已经得到了这个礼物咯，咱也是应该将这个礼物来托别人。这个才是永远的，才是最第宝贵的。世上的礼物拢会用了，拢会用歹，独独这个永生是袂歹，是永远的。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你愿意将最得宝贵的礼物，就是主耶稣基督来介绍托别人嘛？来适合阿头祈祷。亲爱的主，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多谢你的听筒，多谢你的恩典。你因为你的听，差遣你的独生囝到这落身来到世间，诚做一个卑微谦卑的人。并且诚做一个仆人来服侍人，来为着人来顶死伫十字架，来做成救赎的恩典。叫凡也是谦卑接受耶稣做伊的救主的人，拢会得救，灵魂永远会得救，得到永生。感谢上帝！但愿伫这个圣诞节，将主的疼来彰显出来，将这个礼物。就是耶稣基督来介绍给别人，来祝福别人，感谢你。阮也相信，若安尼做，阮就是伫今年内面做成一项做得有意义、做得宝贵的代志。愿上帝祝福每一个人，伫这个圣诞节，使到大家人平安喜乐并且发人常常感恩。直到主搁再来的日子，阮安尼祈祷交托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